家咧開拓新嘅市場。咁所以喺市場方面呢，其實除咗加強深化我哋同東盟嘅合作呢，喺上年嘅施政報告亦都講過，我哋會開拓其他新嘅地區，包括北非啊、中亞同埋其他地區嘅。咁呢個係市場方面嘅風險。另外就係頭先議員亦都提到，我哋點樣可以令到香港嘅企業走出去嘅時候呢，個風險可以減少。咁我哋好多時候走出去帶香港嘅企業出去揾商機嘅時候，我哋更加重要嘅責任係將一帶一路嘅項目、一帶一路嘅資源同埋一帶一路嘅一啲機遇呢，係帶嚟香港，喺香港度進行路演。咁喺香港度進行路演嘅時候呢，就會用咗香港嘅專業服務，用咗香港嘅一啲法規，用香港作為爭議解決嘅一個中心。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鞏固加強香港作為一帶一路資源嘅一個平台嘅功能。咁呢個係第二。咁第三呢，就係其實可能議員都有留意到，其實 BUD 基金呢亦都擴充對一帶一路國家嘅一啲支援啦。另外就係 ECIC 信保局呢亦都擴闊咗對於我哋尤其是中小企業走出去一帶一路國家嘅一個保障。咁啊就我暫時答到咁多。唔該。咁關於我哋出訪嘅時候，或者係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簽署嘅合作備忘錄呢，其實大概可以分為3類。一類就係政府同政府嘅合作，另外就係一啲平台同平台嘅合作，包括商會啊，或者一啲學會。第三就係一啲企業嘅合作。咁我哋其實每一次出訪或者論壇上面簽署嘅合作備忘錄呢，亦都有去做一個跟進嘅工作。咁當然啦，政府同政府合作呢，主力就會由我哋辦公室去協調同埋統籌。咁企業嘅呢，就將會由貿發局去方面去推動嘅。咁其實年內呢，呢啲簽署嘅合作備忘錄有啲就係已經成咗事嘅，即係包括譬如我哋有啲投資保障協定，我哋係傾咗翻嚟準備簽嘅，或者係一啲企業佢哋有一個意向，但係好多時候呢，會去到我哋個論壇作為一個年度嘅總結呢，會宣布佢哋一個成果。咁我舉個例，譬如上年第10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咁喺行政長官嘅開幕致辭嘅時候呢，佢都有提到喺論壇期間呢，達成嘅一個合作嘅金額呢，係大概係10億美金。咁呢個亦都係上年首次公布。咁但係嚟緊呢，我哋睇到其實因為一帶一路倡議或者係香港嘅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呢，係越嚟越頻密。我哋睇到呢，其實有陸續之前簽咗嘅一啲合作備忘錄呢，已經係成事。咁譬如平台同平台其實都有例子嘅。我舉個例，譬如Leap East， 即係中東沙地阿拉伯最大嘅一個科技博覽會。咁佢哋亦都揀選咗香港作為佢哋個論壇博覽出海嘅第一個地方，第一個目的地。咁亦都有今年7月會喺香港度舉行。咁亦都佢會帶中東嘅投資者，亦都吸引亞洲嘅企業、亞洲嘅一啲初創嘅企業一啲企業家嚟香港去參與呢個論壇。咁所以其實MOU 除咗一啲係企業合約嘅金額之外呢，亦都有啲平台上面嘅效應係可以作為一個令到香港鞏固作為一個一帶一路資源嘅一個中心。感謝。